非常的忧虑哈，因为老实讲，全国足条选人哈，因为这个反送中事件了，大概差距都不大。那如果在这个分区名单里面又扣分的话，到尾啊，区立委可能会有很多人哈，边缘要当前的边缘。我个人认为正本清源的是讲爱回归中央委员投票，因出席了中央委员210个，伊要取消资格的时阵，是哪会当递补啦？这个投专家，我感觉应该回归个定来，关键这几天开会，有资格投，无资格卖投，因为出席过半，反对个会使。为什么要那么多人参加？只要106人出席就可以嘛？那为什么那么多人没有异议？经过召开开会了，重新再审核一次，到底50位来电有没有问题啊？我认为这个是比较重要，在法律立场要站得住脚。中央委员无去给奖，为什么能递补？你投票权就有问题，投票权既然有问题的话，重新再来投票，这是再一次给大家证明国民党是一个勇于改革的政党，是一个会加大路的政党，会当接受大家意见的政党。如果说这份不分区名单它就是已经既定的事实，那你们的忧虑，中央也是没有办法去听到。在我写法律的立场，这不是既定的事实，可是讲出席委员过半，210个专委员，102个可以当进行审核分区名单。那既然为什么加走50个出来？我们应该讲清楚，这50个根本就无投票权，无地位问题。那定来投的时候，或许过一半有几个像吴将军就可以刷掉，有证据，那国民党又可以重新恢复大家能接受的名单。我感觉应该紧做这个代志，现在是对无可能笑啊！是国民党这大党啊，行大路的政党，要执政的政党，创造中国国民党的政党，怎么可以做这种不守法的事呢？去查，甚至有真正有人冒名顶替去投票，冒名顶替就是重新投，再重新来审核不分区委员的名单、立委名单。我感觉这个是最重要。那头一次如果真这样，我们就服了，就遵守中央的规定，大家齐心齐力。可是目前这投票是违法，有问题啊，有争议啊，有争议的问题，我们要勇于改革，错了就认错，顶级的投票投出来，好。那当然，在不尽理想的过程当中，就是我们每一位候选人、参选人，未来这50天要努力的，就是这一些。我想，继承的事实，只有全力以赴，我们不比烂，我们要提出最好的，提出更好的政策，因为唯有目前，我可以把韩粉跟蓝营的支持者凝聚在一起。假如今天我们抛弃的任何一方，都会造成中华民国极大的损失，所以我必须做出这个决定，也对很多韩粉还有蓝营的支持者说抱歉，就是说不同的意见，但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凝聚在一起，唯有凝聚在一起，才能够下架现在无能的政府，让中华民国的未来能够更好。